就係其實永遠只要你做好準備呢，即係淨係留翻一啲你認為體質好啦，你買嘅成本唔高啦，而且未來個成長空間好大嘅嗰啲公司嘅股票嘅話呢，咁其實就算市場聽日後日崩盤，對你嘅影響都好細，因為第一就係佢嗰個跌幅呢會相對有限啦。因為就算你話多數人唔識判斷價值都好呢，其實呢個世界都仲係有唔少人係識得判斷價值嘅。咁所以當多數人因為恐慌呢而拋售一啲本身已經好合理嘅公司嘅時候呢，就會有嗰啲識睇價錢嘅人呢幫你買晒佢，即係例如巴菲特啦咁樣。咁所以呢啲就係點解我會話一啲真係優質嘅公司呢，去到一個真係好低嘅估值嘅時候呢，基本上你係唔需要呢理佢牛市定熊市，總之你見到佢出現咗啦，去到個打擊範圍啦，咁你買完佢翻嚟呢，就直接擺到第時你見到佢個價值重新體現翻出嚟嘅時候呢，再考慮要買定係留呢，咁啊做完就十分之簡單。咁而如果你話呢一段時間真係好波動嘅，即係你嘅持倉組合個波幅可能講緊去到2成、3成，甚至乎更多嘅話呢，咁啊表示其實真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咁個問題係啲乜呢？個問題就表示其實你成個投資嘅倉位呢，基本上都係由嗰啲最高估值嘅高成長股，甚至乎係一啲投機股呢所組成嘅。咁呢一啲咁嘅組合有個咩問題呢？佢個問題就係只要股市有好似而家呢輪咁嘅小波動啦，或者話第時即係 touch wood 有一個大嘅崩盤嘅時候呢，咁呢一啲公司呢，其實平均嘅跌幅呢係講緊保守估計都起碼係6成以上嘅，即係一啲比較好嘅大規模嘅就6成。相反一啲比較細嘅冇盈利能力嗰啲呢，就9成。